者。抗旱困苦无水的地，我的心喙焦少念你，我的肉体切切恨无你，我捌安尼伫圣所朝见你，
为着爱看你的关联甲你的眼光，这先请咱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58首，请咱起立来吟圣诗58首。请坐，请咱同心来祈祷。全能永活的天父，你有找独生的圣囝主耶稣来到伫世间，阮通过福音，互阮得到救赎，归入伫主的内面。阮爱感谢你。即个时阵，阮众兄弟姊妹用敬虔诚实的心，用诗歌来学乐敬拜，朝见你。求你的圣灵，即个时阵临在伫阮的中间，来接纳阮的敬拜，阮的奉献。天父，逐项好事好物，智慧恩典，拢是对你来。即个时阵，阮带着感谢的心，奉献伫你的面前。阮受到你的保护，平安地过日子。赏赐阮一切恩惠，实在真多，互阮有气力到伫今仔日。阮真正爱谦卑来献上阮家己，互阮本身成做你的路用，来互你欢喜。愿你来带领阮，祝福伫阮每一个的身上。至圣阁怜悯的天父上帝啊，阮也要到伫你的面前，嘛要来认罪悔改。因为伫阮的日常的生活中间，常常会拄着真侪的困难，就会离开你的道路。有时面对着生活的挑战，无法度通解决的时阵，就过头用着家己的计谋在面对，甚至放纵家己的心思。你爱阮行好，总是阮有时阵真正无气力通行，阮的性情会软弱。阮得到你的救赎，
应该着爱去分享，将即个福音分享互别人，即个恩典互别人。总是主啊，阮犹原有时阵着是足软弱，无法度去做。有人足认真拍拼伫为主的福音，伫传播福音，需要真侪人的帮赞。总是有时有当时嘛是无气力去帮赞，有时阵嘛会甚至阻挡别人，有时会忧伤，拄着困难，要跋倒的人需要人扶持。阮有时也无气力伸手去扶持别人。你予阮的恩赐遐尼多，阮应该着去分享，但是有时阮会提时有种种的理由去提时，浪费着你的恩赐。主，你嘛有应允要白白赦免，若谦卑悔改，倒转来到伫你面前的人，你就要帮赞，要来赦免阮。主啊，求你帮赞阮，会通我靠你，会通知影将主权交互主来掌管，互你来引带，掌管阮的心。求你来扶持阮，想使阮搁较侪气力，伫困难、苦楚、试炼的中间，互阮得胜。伫苦难的中间有气力来吞忍，保守阮的心，过着圣洁的生活，用圣洁的心来服侍主。今早起，阮的蔡牧师要传讲听的行动第二讲，第二理路，互阮有安静谦卑的心来领受，通正做阮生活的准绳，所行的有气力，搁较合上帝的心意，正做有见证、有疼心的基督徒。通荣耀主你的名，但阮的祈祷无够完全，我要用主你教示阮的指导文做伙来祈祷。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无得带入去试，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果、权力、平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免。请咱做伙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第21篇，诗篇的后壁面，启应文21篇。启应文21篇，我来刻，大家来印。全地中耶和华出欢喜的声。唱歌来到伊的面前。咱是伊创造的，咱是伊的百姓，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着感谢伊学了伊的名，伊的慈爱到永远。咱搁同心来吟诗回应上帝听，圣诗21首 A。圣诗21首 A，21首 A， 请咱起立来吟。
这个时阵，咱要请妇女合唱团来献诗。咱三甲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马太福音第5章41节，敢若一节尔。吼，马太福音第5章41节。马太5章41节。有人勉强你行一里，就甲伊行2里。愿上帝祝福听伊话照安尼去行的人。这时，咱要请咱的主任牧师来传讲主的信息，听的行动第2讲。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听的行动的第2讲，题目是第2里路。咱顶礼拜来分享第1讲的时阵，咱有分享过一个观念。就是讲，听的行动的对象是所有需要的人，但是对一般人来讲，要对人付出听的行动，咱通常拢会找一寡咱较介意的，看起来较可爱，或者是讲
看起来较可怜的，咱较容易怜悯伊的。虽然这人可能跟咱的关系无，拢无关系，但是咱总是对因付出疼比较简单。但是今仔这段经文却互咱一个足大的挑战，就是爱咱去疼遐个无可爱的人，疼遐个对咱无友善、无好的人。所以，这对咱来讲是一个足大的挑战。咱来详细来了解，免领受上帝话，进入咱当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大的恩典。你的话是活泼有气力。当你的话进入阮的生命当中的时，会为阮带来极大正面的效果。所以主啊，阮只是要恭敬来领受你的话，求你帮助阮，求你帮助阮拍开属灵的目睭，有属天的智慧，会当明白你话语的奥秘，也赏赐阮信心甲听心，将你的话实践出来，来荣光你，来祝福人。恳求主你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咧读圣经的时阵，当咱读到马太福音书的第5章，特别是38节到48节，这段经文大概是马太福音书中间被人上济讨论的一段。这段的标题叫做“论爱对德”，就是爱对德这个主题。耶稣用几个譬喻来说明讲，去听对德的一寡内涵。伊总共有讲4个譬喻，咱这4个我相信咱大家拢总真清楚。第一个就是讲，假使有人拍你的正面，连你的倒面也爱互伊拍。佮另外一个就是讲，假使有人约你上法庭，爱你的内衫，连外衫也互伊。第三个就是咱拄则所读的经文，假使有人强迫你替伊背行李，行1里路，甲伊行2里吧。最后一个就是，假使有人你爱物件，这其实和合本的圣经翻译做讲，有人抢夺你的物件，就互伊。咱常常咧想讲，敢真正安尼？因为有人扇你的正面，有人爱你去。约你去法庭，爱你的内衫；有人强迫你背行李行1里路；有人抢夺你的物件。这拢是人对咱做出无合理的行为。既然有人做对咱无友善、无合理的行为，照咱的本性，照咱的情绪、咱的性格，应该安怎报复回去嘛？有人扇咱的正面。咱应该爱甲伊输赢一下嘛，有人咱控告，爱抢夺咱的内衫，咱嘛是爱辩解。有人强迫咱做啥物无合理的代志，咱总是爱抵抗。有人抢夺咱的物件，咱爱来抢回来。耶稣伊的苦劝却毋是安尼，伊讲有人拍你的正面，你的倒面爱互伊拍；有人抢你的内衫，你连外衫有人互伊。有人强迫你行1里路，你爱甲伊做伙行第2里路。有人抢夺你的物件，你就互伊。为什么耶稣会安尼讲？为什么耶稣会爱咱用无同款的态度对待这个人？因为这款的教训对咱来讲是真困难达到，咱的血气、咱的本性，毋是安尼嘛？但是咱若详细来想，用咱的理智来想。耶稣讲这真正有道理，因为这是唯一解决问题的方式。因为安怎？因为当有人攻击咱，用无合理的行为对抗咱，用无客气的态度对抗咱，会互咱怨愤伊。但是你要理解一点，怨愤毋是简单伤害对着你的人。有时咱怨愤一个人，伊无感觉，伊袂感觉安怎？但是怨愤是伤害啥物人？伤害咱本身嘛。所以咱来想法较有道理，明明是对方做无合理的代志，做伤害咱的代志，结果咱因为怨愤的缘故，我咧受处罚。就是讲，咱无做毋对，咱家己咧受处罚。所以，咱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亲爱的兄弟姊妹，
伫咱的生命的历程中间，咱至少拢会拄着即款的情形，拄着一寡对着咱的人。耶稣基督爱伊每一个学生，爱用疼来面对这个人，因为只有透过疼的行动，才会当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是一个了解的一个信息，咱来详细来理解。所以牧师特别用这个咱拄则所读的4个譬喻中间的第3个譬喻，咱来了解这件代志，做伙来学习。这段经文有一个背景，就是咱知影伫古代波斯帝国的时阵，伊有要求百姓爱服务的制度；到罗马帝国的时阵，延续这款的制度。罗马帝国中间迄个军人是因社会中间的精权的阶级。罗马帝国的人口结构中间大概有一半以上是奴隶，其他就是这殖民地的百姓。真正的罗马公民甲这军人的人数无真济，所以军人的地位真悬。但是通常你若地位悬，爱去做军人，通常拢真阿爸，而且法律上也互即个军人有相当济的特权。耶稣讲的譬如，就是其中一个特权，就是一个军人伊若派行李行入路上，伊若看到一个人。这人是奴隶，或者是殖民地的百姓，伊会当法律，互伊有一个权利，伊会当要求这人替伊赔行李。但是法律上只规定讲会当赔1里路啦，会当赔1里路。因为这行李真重，所以法律上规定讲，这个人会当替这个军人爱义务上爱赔1里路。但是咱知影，一般人拄着即款的代志，即个人讲我今仔是个真衰，较去拄着即个军人但是因为法律上有规定，我不得不遵守。所以如果咱若是拄着即款的情形，阮通常心中会埋怨，我今仔真衰，较去拄着即款的代志。若无，咱就怨恨即个，即个人实在伤苦，叫我替伊派行李。但是耶稣基督却爱伊的学生讲，你毋干那爱替伊赔1里路的行李，这个重担，而且爱加行另外1里，爱行入第2里路。伊用这款的譬喻来教示咱一个要紧的代志，就是安怎处理咱心中的埋怨、怨恨的问题。咱牧师今日要甲大家分享3项代志，咱做伙来学习。咱第一项咱来明表，就是讲第1里路甲第2里路。伫心态顶面是无共款的，心态顶面，第1里路是本分是义务因为第1里路就是法律规定的嘛，所以这是你的本分，这是你的义务。既然是本分是义务，就无疼的成分，这是咱人的本分。但是当咱愿意行第2里路的时阵，这就无共这变做一种疼的行动。是一种牺牲，是一种奉献。所以，当这个人伊被要求爱赔1里路的时阵，伊赔这个重担行1里路了，行了，其实伊要继续行第2里路的时阵，伊会当对这个强迫伊派重担的军人讲：第一段路是我的本分，法律规定的，我应该爱行，所以我已经行完了。这个时阵，我的权利我会当放了这个重担。一走了之，我当帮你家继续，你家己不拍，但是我拍这重担的时候，我知影这重担足重的，所以我愿意为你加行1里路，互你搁轻松一点减轻你的负担，这是我的奉献，我的牺牲。所以第2里路甲第1里路无共款的，第1里路是本分是义务，第2里路是奉献是牺牲。耶稣咧讲这个道理耶稣咧讲道理，毋是讲尔讲的尔，伊拢本身拢做出来。如果咱来看约翰福音书13章，记载一个事件，这事件是有一遍耶稣甲伊的学生入去一间厝体内底要食暗顿。咱知犹太人拢是穿迄个草鞋因的路甲咱今仔路无共款，拢是迄个土沙路
毋是咱今仔点仔加的路。所以人伫这土沙路顶面行一段时间了，迄骹拢会真垃圾。啊，所以入去厝内底的时阵吼，照犹太人因的传统，就是爱有即间厝内底上介卑微的一个奴仆，伊爱替众人洗骹。啊，这时阵耶稣甲伊的学生入去到即个厝内底，准备要食暗顿的时阵，大家拢伫遐想讲，到底啥物人要出来洗骹？我虽然无排第一个，我至少嘛毋是上落尾，所以无半个人要徛起来洗骹。这时阵，耶稣徛起来，将伊的外衫脱起来，摕一条手巾束伫这伊的腰的部分，然后倒水伫盆内，替每一个门徒洗骹，佮用这手巾啊将伊拭落干。咱看耶稣这个动作，这个服侍，就是第二里路啦。伊即款谦卑的服侍，留落一个真好的模样。这原本是毋是伊应该爱做的。耶稣是上界尊贵的老师呢，伊无应该做即款卑微的工作，但是伊却替伊的学生洗骹。洗骹的模样，就是毋是义务，毋是本分，是一种牺牲，是一种奉献。咱看后来。耶稣基督定十字架，十字架是啥物人爱定的？是犯罪人爱定的。耶稣无犯罪，照伊的本分，照伊的义务，伊无应该被定十字架。但是伊为着赎回咱众人的罪，担当咱众人的罪，伊替咱所有的罪人定十字架。这就是一种牺牲，就是一种奉献。亲爱兄弟姊妹。如果咱生命中间每一件代志拢是为尽本分，咱活了真痛苦，咱的生命变作苦涩无聊。但是如果咱也愿意伫每一件代志顶面，佮加上一寡爱、一寡疼，咱咧做这代志的时阵，咱就充满动力，自然而然会加一寡牺牲奉献。检查是牺牲奉献，但是嘛充满喜乐。咱伫教会中间的服侍嘛是安尼。咱的中级，每一个中级拢无领教会予伊的谢礼。但礼拜日，因爱来到即个所在服侍。咱所有的中级拢毋是游手好闲的，无代志通做。因平常时拢爱工作，拢爱伫伊工作场所顶面尽力着磨。但是礼拜日，因来到教会服侍，这是一种牺牲奉献。因原本底无义务爱安尼做。但是受上帝呼召，受大家委托，因着做即款的服侍。咱等有一寡信徒委员爱就任，这信徒委员因原本底伊嘛无领谢礼，但是因的服侍拢是心甘情愿，拢是一种牺牲，是一种奉献。所以牧师伫我服侍第一天开始，我就做一个决定。有人咧问讲。牧师即马周休2日吼，你是休倒一天？我来讲，我休礼拜日。礼拜日因为所有的中级拢是安尼做，礼拜日是来义务服侍，礼拜日牧师嘛是来服侍上帝。所以牧师爱大家真实理解。如果尽本分，这是第一里路；愿意牺牲奉献，这才是第二里路。咱愿意为主耶稣基督，愿意为着别人加做一寡，就带来真大影响。咱本身即款的奉献嘛是充满喜乐，就是哪服侍会哪甘甜。第二项，咱爱明白就是，咱爱理解第一里路甲第二里路身份是无共款。咱咧行第一里路甲行第二里路，迄个身份是无共款。第一里路，咱是受强迫的嘛，咱是无奈嘛。法律规定的嘛，所以行第一里路的时阵，咱是奴才。但是当你愿意行入第二里路的时阵，这时阵你身份改变，你是自由甘愿的，你的身份就对奴才变作主人。这两个中间有真大的改变，真大的无共款。因为法律无规定爱行第二里路，咱家己愿意做这个决定。虽然是自由的，亲爱兄弟姊妹，咱生命中间无论做啥物款的代志，如果若被逼的，
咱家己无法度控制，出于无奈，咱就针对即件代志的路在。如果咱若心甘情愿，咱就针对即件代志的主人，咱就是自由的。即款的心态绝对无共款。咱知有诶学生去学校上课，是无奈啊，是逼迫的，无法度啊。老爸老母老师要求我爱上课，所以伊去就是不时咧看手表，看当时要下课，下课10分钟暂时自由，若下晡5点放学了，我完全自由。第2天才去做奴才，所以你看伊读册敢会真艰苦，真艰苦嘛。有人去上班，伊将工作当作一种趁食的职业，是为着要生活。其实即个工作嘛无兴趣。做工作若无做，阁袂使，因为无做就无饭通食，所以不得不做。所以即款人咧上班的时阵，嘛真艰苦，伫遐趁候下班，时间拢过了真慢呢。因为伊是咧做奴才，所以无论你若去做学生，还是讲你是上班族，你用即款心态咧服侍，你当然是真艰苦。但是咱转换一寡心情。转换咱的观念，咱互咱即款的工作，还是讲读册，变做一种无共款的心态。咱若去学校读册的时阵，我想讲，我会当透过即个学习，互我的生命更加成长。我会当透过得到即个学问，我将来有更有能力去服侍别人。即款学习就是快乐的。如果你若去上班的时阵，你若想讲我若好好来工作，我会当互别人得到利益，我好好来工作，拍拼工作，咱的公司若成长，我本身嘛得到帮助。你就享受伫这工作的幸福中间。所以即款的心态是无共款。相款的道理嘛运用伫听的行动甲服侍顶面。牧师对去年开始就分享《爱的真谛》系列，你敢知影我讲几讲？毋知对无？毋知，因为我发觉讲，咱若毋知拜托去订迄个咱去年的迄个讲道集的核定本因为迄销路足歹无订几本大家去摕过来复习一下牧师讲真侪讲，这听的主题。如果你若感觉讲这信息是重担，心肝一定讲想牧师安尼我听了有够忝的，听了有够辛苦的。安尼就是表示你阁行伫第一哩路顶面，因为你知影讲这是上帝的心意嘛，这是上帝的话嘛，但是要行起来足困难的。你行伫第一哩路顶面，如果你若心态调整过来，将来自上帝的话当作是互咱生命进步的一个原动力，咱心甘乐意来回应，安尼咱就无停留伫第一哩路，咱就进入第二哩路。咱就自由啊！咱会当自由自在来服侍，无任何困难。牧师过去伫大专中心咧服侍的时阵，住伫大专中心内底，大专中心有一个宿舍，所有来到这宿舍的学生，拢爱照宿舍的规定，爱参加早祷，爱参加暗祷，而且每一项拢分配一个摒扫的区域，打扫的区域，爱负责这个清洁的工作。这就是甲因要入来住进前就约束好的，因为学生中心提供的宿舍，费用较低，但是爱要求学生爱做即款的代志。伫遐我就看到真侪无共款的学生的态度，有诶就应付啦，应付爱伊摒扫的所在凊彩摒。但是我嘛看到真侪学生真主动，毋是简单摒扫家己的环境尔，伊阁会去看到欠缺所在，伊阁起来摒扫。根据我的观察，这自动自发、较积极的学生，伊毕业了后，毋简单，伊伫工作会有发展顺利，伫社会、伫教会服侍拢真有贡献。为什么学生中心爱做即款的要求？因为这毋是学生中心的宿舍，毋是一个旅馆啊，伊是一个训练基督徒领袖的所在。所以爱有即款的训练，如果人接受即款的训练，调整家己的心态，伊的生命就袂永远伫第一哩路，伊的生命就行入第二哩路。
愿意自由自在、欢喜甘愿来服侍。这款的人生态度，带予伊真大真大的祝福。第三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第一里路甲第二里路，因所带来效果是无共款的。咱咧行第一里路的时阵，咱心中可能充满了埋怨，感觉家己真衰，感觉家己真委屈，感觉对方真可恶，总想要让对方疼遮落腹，讲若互我有机会吼，我一定来你报仇，我一定来你对敌除掉。开始咧行的时阵可能是安尼，但是行第一里路，互咱做一个操练，就是咱咧行的过程中间，如果你若会当调整你的心态，用听来战胜本性中间的欠缺、软弱。当第一路行了了，你欢喜行入第二里路的时阵，安尼你就得胜，你就赢过家己，赢过本身迄个软弱的家己。用听已经战胜你本心中间迄款对别人的怨恨，咱就当喜乐行入第二里路。当你咧行第二里路的时阵，这时阵伊效果无共款。这时阵吼，迄个挣扎变做迄个迫害你的人，伊的心中开始挣扎，伊开始有一寡变化。伊可能会想讲：呀，我今仔是拄着啥物人啊？世间敢有遐尔好的代志？照法律啊，这个人都歹重担，歹一里路就好。啊，竟然我拄着一个空的，啊无拄着一个小的，竟然要叫歹一里路，为我加歹一里路。啊，这个人为什么安尼做？这个人为什么无埋怨？这个人为什么无怨恨我？所以，伫行第二里路的路上吼，是听的行动的规律，伫这个迫害咱的人心中开始作用。可能当第二里路行了，你发觉讲，你原本伫行第一里路开始的时阵，想要消灭的对敌，可能已经无去啊。你加一个朋友。这就是听的行动所带来快乐。亲爱兄弟姊妹，牧师咧讲这个听的系列的信息的时阵，我一直咧强调，听有真大真大的快乐，因为听比怨恨更较有快乐，会当消灭对敌。咱常常用怨恨要去消灭对敌，但是你也知影，当你将这对敌杀死了，伊的朋友。伊的亲人、伊的囡仔，有一天来报仇，你每一天拢提心吊胆。但是，当你愿意用听的行动去听这个人的时阵，你发觉，检查咱有机会来变化伊家己，变化这个人，消除这个对敌。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牧师毋知影你内心敢是有存在着？依然有存在着一寡怨恨，可能过去有一寡人得罪你，也未得到你的原谅；可能有一寡人伤害你，伊也无愿意认错；可能也阁有一寡人压迫你，强迫你行一里路。可能这个人是你上界亲密的人，但是牧师要大家，互大家知影。今仔这个信息要互你对这个控制中间被头放出来，你只要伫这个时刻做一个决定，无搁再用阮迄个怨恨来控制你。耶稣基督的教训进入咱的心中的时阵，会带来一个大的快乐。伊会互你有智慧，互你有加倍疼心，有能力进入第二里路。牧师要为大家来祈祷。咱将咱的目睭闭起来。咱的生活中间可能有一寡人得罪咱，你也咧怨恨中间；有一寡无赦免，困住咱的性命，咱感觉真无快乐。这时刻，我确实圣心要运行伫咱的中间，要互你得到头棒。如果你需要牧师替你祈祷，你让将你的手举开。举了，你让放落来，上帝有看见，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你的听是大有快乐，你的话是大有快乐。
是活泼，会当更新改变阮的生命。主，阮恳求你的话，就伫阮的心中动工，互阮得到极其大的快乐。阮会当用听去赦免遐得罪阮的人。主啊，阮恳求你，甲阮三甲伫地，特别是拄则伫你的面前举起手遮兄弟姊妹，主你用十足的信心甲听充满因，互因会当有智慧去思考，要用啥物款听的行动去甲迫害因的人和解。也透过安尼，阮的心中的重担要放落，我们要得到透放，得到自由。求主帮助阮，互你的话伫阮的中间动工，保守看顾阮，也找紧圣神伫阮的心中做工，互阮真真正正成做一个自由、甘心乐意服侍的人。阮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请咱搁同心来吟诗回应上帝的听，圣诗158首，圣诗158首，请咱起立来吟。请坐。这时我代表双连教会欢迎今仔日来本教会做礼拜的来宾。你伫外口若无填写留名卡，这时伫你的座位头前有留名卡，你填好直接交予咱的收奉献的执事，互阮有机会来介绍你。这时请咱来奉献。
个，请咱做伙来祈祷。天顶的阿爸爸上帝，你互阮每一个人无共款的恩赐。今仔日阮阁有一口气，阮阁会通来到伫圣殿来敬拜你，来唱歌学落你，领受上帝你的话，做阮的帮赞，阮献上感谢。当这时阵，阮也奉献担保的金钱，做你圣工的路用，愿你欢喜感纳阮所献，献上阮家己，互你用。阮安尼感谢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要请所有委员来到伫头前。咱即个时阵要来进行咱教会或者信徒委员，各委员会信徒委员的就任式。请这信徒委员拢会当徛在中遮徛较过来一下，徛过来一下咱这信徒委员的名单是伫咱周报的第4页咱会当来看。来，甲过来一点嘛，OK 这当徛过来咱教会要照规矩来设立这信徒委员，互因有份伫教会的事工。这个时阵，咱要来做信徒委员的誓约。你要领受教会各委员会信徒委员的责任，你有确实这是上帝调命也无？你要领受这个职分，恁着爱倚靠教会的头，就是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尽恁的本分来完成上帝交代恁的工作。恁要安尼行无？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疼痛，感谢你拣选卑微的阮来有份伫你的圣工。当伫你的面前所徛伫这个众兄弟姊妹，因愿意心甘乐意来参与伫教会各委员会担任信徒委员的职务，求主帮助因，互因明白，要成做人的领袖，必须要成做人的奴仆。互因学习你的款式，会晓谦卑，家己替别人洗脚。互因明白服侍真实的意义，透过因的服侍来荣耀你的圣名，也互因凡事拢倚靠上帝，无倚靠家己。求主赏赐保守看顾，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当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双连教会小会官兵，设立恁做本会各委员会的信徒委员，恁着谨慎恁本身甲恁所做，常常注意关心这个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阿门。好，请各信徒委员咱即摆先来请一个代表来接受这个证书咱请九文长老
这信徒委员为着咱的事工来调拔，咱来鼓励，常常替因祈祷，愿上帝亲自赐福、保守、看顾。多谢。请回座哈。这个时阵，我来报告，咱有第二点，第4页第2点，咱有一个培灵会，伫3月16，这个拜五的暗时7点半，伫10楼的礼拜堂是邀请陈坤生牧师要来传讲信息，所以咱希望咱的兄弟姊妹注意来参加吼，这个主题真好吼，是安怎爱祈祷吼，所以咱真正足需要啊，所以请咱来参加。搁第3项是中级同工的训练会，3月17日拜六，早时啊9点半到12点半，同款是陈坤生牧师要来传讲信息，安怎关心新朋友的事工的分享吼，所以因为着要准备午餐甲讲义，所以一定爱报名参加吼，所以大家注意来参与。第4项集体关怀，咱本会幼稚园的郑丽玲组长的先生林伟成先生，伫2月26日安休主怀，定伫3月17日，伫即个拜六上午10点，伫新北市立殡仪馆三甲升华园民礼厅吼举行个别礼拜，请咱的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为主。因为林伟成兄弟算是咱幼儿园的一个福音的种子吼，所以咱若会当的人，请咱来参加来甲因关心吼。搁第2项是咱的本会会友洪其中兄弟嘛，是伫3月7日安休主怀，定伫3月13拜二上午7点半，伫第2殡仪馆至善2厅举行入念礼拜。迄日的下晡1点，伫咱的10楼礼拜堂举行个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为主。这嘛是初信者吼，所以咱若会当，咱拢来参加，会当诚做为主的真大的安慰。第3项，咱嘛真恭喜咱的本会会友林念义兄弟、林小忠、林淑慧夫妇的囡仔，甲林佩蓉姐妹，定伫3月17日，即个拜六下晡3点，伫咱教会10楼礼拜堂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愿上帝赐福新人。第5项，纪念耶稣最后晚餐的礼拜是伫3月29日，第拜四暗时7点半，所以请咱也拢备办心来参与。阁有一项是咱的青少年牧区第6页，3月18后日。上午10点半，国中、高中、大专、大学、社青的合并的小组聚会，伫12楼礼拜堂，对由青少年甲家长分享参加寒假营会的心得，欢迎家长甲各位兄弟来参加，愿上帝祝福这青少年。阁有一项是咱的幼儿园，有即马开始咧招生啊吼，因为咱的幼儿园场地足好吼，所以。有真侪人要去登记，咱有特别优先咱的会友的囡仔去读吼，的孙仔也是囡仔去读，所以咱着赶紧来登记安尼。大约是安尼，即想要请牧师来欢迎来宾。大家平安。咱即时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叫林英和哈、林英豪先生。伫遮哈，欢迎哈，欢迎，请坐啊。佮另外有一个郑秀月姊妹哈，郑秀月、郑秀月，伫遮哈，咱欢迎哈，欢迎。咱欢迎这贵宾哈。等下，咱边仔的人会当引带这贵宾去甲咱的贵宾席，互咱做进一步的交代。其他到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无介绍着。牧师特别大家提醒，咱即个礼拜五有一个培灵会吼，请大家爱准备心来参与。第2天有一个训练会吼，请这训练会需要报名吼，请大家赶紧来报名。接续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
你搁一遍用你的听吸引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透过你的话语、你的信息，阮搁一遍得到帮助。阮因为安尼献上阮的感谢。主啊，阮也恳求你大大赐福保守看顾阮在座所有兄弟姊妹。阮中间如果若有忧伤的，求主亲自安慰；有肉体各样的，求主亲自医治。也保守看顾阮所有兄弟姊妹充满圣神来快乐，互阮用阮的性命来荣光你，来祝福人。主啊，阮中间也有一寡失去亲人的兄弟姊妹，求主你帮助阮明白生命真实的意义，互阮会当亲人朋友彼此相听，也会当看见主所赏赐阮永远活命的愿望。求主帮助阮，阮来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起立来吟上言513首，上言513首。我将恁交伫上帝恩典慈悲甲保护的圣手，愿全能的上帝、爸囝甲圣神的恩典平安伫恁的顶面，直到永远无煞。阿门。请坐，默祷谢恩，将受差遣。